为着要传承传统戏曲，伫咧中华有幼儿园对去年开始教囡仔学北管。今年的新歌发表会，佮特别设计囡仔歌结合北管的音乐戏出，活泼趣味的表演，互大开观众看甲笑嗨嗨。无限世界，无限世界，小限世界，大仙清凉。3位古水的囡仔兄办3层开场，边仔有北管咧伴奏，刷落来好戏开始。囡仔人搬出趣味佮活泼的即个戏带舞，让甲大开的观众笑开开。彰化市滨河幼儿园用音乐戏出的表演，展现这一年来学北管的成果。我真的是足感动的，有看到这个囡仔竟然大班尔，这就会使表演甲这自然，这么好。我们家小孩回去都会叫说，带我们来南北馆看一下，顺带我嘛熟悉足济原来南北馆这有济物件嘛足趣味的。彰化市的滨河幼儿园2年前开始和中华南北馆音乐戏曲馆合作，互囡仔人学北管。今年的新歌发表会，甲北管结合西北风、花金鼓这囡仔歌，用音乐剧的方式演出。除了在办身以外，咱这回阁有甲小朋友用这个北管的乐器，包括这鼓类的啦，阁有铜器类的，因拢学了真欢喜。成果发表会里面的歌曲，就是拢用咱台语的囡仔歌，让小朋友自细汉就开始学咱的母语。那北管的应用，囡仔嘛就喜欢呢。幼儿园表示，彰化是台湾南北管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。老师设计用绘本、囡仔歌结合北管的表演，要互囡仔人自细汉接触传统艺术，认捌台湾的戏曲文化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